已经到，咱要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请走啊！搁互万行有，降服伫伊的骹下，搁将伊做管万有的头来赏赐教会。教会是伊的身躯，伊所充满的，伊也是用万有充满万有的。兄弟姊妹，请起立，咱开始来唱今仔日的圣诗。圣诗255首，圣会同音同期。是
三甲名主甲是咱的主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着救阮脱离你的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煞接请用使徒的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敢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兄弟姊妹，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51篇，就是耶利米17篇17，是圣诗后壁，请咱三甲来献启用文51篇。上主安尼讲：我靠人，我靠会死的人会开力。因踮伫旷野打扫的所在，因为亲像风波袂大丛的树，总是信靠上主的，专心倚靠伊的。伊亲像树栽伫水边，炎热到也无惊。抗旱的年拢无挂虑。这是咱三甲阿头来祈祷。创造天地万行物的主宰，耶和华，我要感谢你，你听阮、顾守阮，赏赐地面上有春夏秋冬无共款的季节通欣赏。佮创造天顶地下万物，使阮食，使阮穿，使阮用，拢无欠缺。也使阮南门众兄弟姊妹有一个水佮舒适的圣殿，通好做伙来聚集敬拜，唱歌来学罗你。主啊，这是对阮何等大的祝福佮恩赐！主，阮感谢你，拣选阮，诚做受洗，诚做你受阮的囝儿。阮共属是一个身体，你也差遣圣神住伫阮的心里，供给阮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恩赐，互阮无论大细老幼，拢会通彼此来服侍，彼此来关心，彼此来带导。同心合意，将南门教会起做一个互主欢喜、佮荣耀你的所在，也互南门教会伫即所在，诚做有需要人的光灯。阮只要来到教会，阮就会通放下心内的挂虑，放下重担，来倚靠伫你。怜悯的主，最近阮听到有几位兄姐有身躯的病痛，主阮求你亲手来医治因。看顾医疗的团队，有上好的治疗来减轻兄姐的病痛，帮助因，也保守因的心，早日恢复健康。互因虽然伫苦难中，犹原有信心、有仰望，因为阮知你是教会的头，阮是肢体，阮只要倚靠结连伫你，就无啥物会通好惊。愿你赐福伫阮逐人，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赞美，咱请圣乐队来学乐。因今仔日要吟的诗是赞美卡农曲。咱感谢圣歌队学乐的声，这是咱掀开圣经
圣经今仔日有两位，伫哥林多前书3章的第9节甲17节，另外一位伫12章的27节甲31节。咱三甲来看，因为阮是上帝当着活的，恁是上帝所做的园，上帝所起的厝，照上帝所赏赐我的恩，我亲像智慧的师傅头，有下地基，别人起伫迄顶面。总一逐人着谨慎怎样起伊，因为所下地基以外，无别人会下别的地基。地基就是耶稣基督。12节，总一人若用金、银、宝石、茶、草、稻果去做伫即个地基顶，逐人的工得要显露显，是迄日要显明伊，因为要对火来显现。搁火要试验逐人的工是甚物款，人所去做的工，若要留地，就伊要得到工钱；人的工若少落去，伊就拄着损失。独独本身要得到救，毋过是亲像对火中脱出。敢毋知恁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神踮伫恁内面嘛？人若毁坏上帝的殿，上帝要毁坏伊，因为上帝的殿是圣，殿就是恁遮的。另外一位伫哥林多前书的12章27节到31节。27节，恁遮的是基督的身躯，随的是做体。上帝所设伫教会的，一是使徒，二是先知，三是教师，阁有行决定的。有医病的文士，帮山的、地理的，讲逐项英语的，众人兼拢是使徒嘛，拢是先知嘛，拢是教师嘛，拢行关联嘛，拢有医病的文士嘛，拢会讲逐项的英语嘛，拢会翻译嘛。恁着切切羡慕遐个较大的文士，我用第一好的路煞指示恁。以上讲到咱请张牧师今仔日的讲题是教会。保罗用几个兼拢是使徒，兼拢是先知，兼拢是传福音。我想答案拢是否定的吼，无人会通来负担所有这个教会所要进行一切代志。咱需要的是团队服侍。因为咱伫过来无偌久，咱要选长老执事，咱也要聘无进行，所以最近甲大家做伙思考的拢是教会。教会伫你的心目中，到底是甚物款的存在？你安怎看教会？这个教会是一礼拜来一届的所在，这个教会伫地面上，甲我的性命有甚物款的牵连？我要安怎？伫教会内底，来敬拜上帝，来用光人，这是咱今日要做伙学习的课题。请甲我做伙同心来祈祷。是我的心啊，你着学了耶和华，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伊是赏赐我活命的上帝。我的性命对你来赏赐。伫老母的腹肚内，你已经默愿。你为着阮每一人设定无共款人生的路途，阮每一天来伫上帝你所安排时空下面对各种无共款的挑战、无共款的试炼，你也互阮有真大的自由意志来选阮要行的路。虽然阮知上帝你亲像牧者仰望羊群缀你来行，若是阮有时偏行家己的路，照阮的自由意志去行阮感觉上好的路，总是定定伫迄个时阵，阮会跋倒，阮有时会失迷，阮需要搁倒转来听上帝你的声。感谢你，互阮有教会即个团体。虽然阮检采一礼拜才逐个组织一届，总是阮伫即个所在，就是条件上帝，就是将阮的感谢，阮的恳求，也上帝你对阮的旨意，通过短短1点钟的礼拜，阮要伫即个所在来领受，
来调整阮人生的方向，来跑走阮的道路。主，阮感谢你，阮看见巴黎的奥运真顺利来进行，也互阮非常的感动。各种无共款皮肤颜色，各种无共款的种族，伫个公平的运动场伫遐来竞技，就是人一直想要突破阮的限制。阮毋茫会通佫走佫较紧，阮毋茫跳佫较悬，阮会通表演了佫较水。阮要安怎伫团队的中间显现出争取胜利迄种的荣誉感，即种伫公平的遮比赛的项目中间，阮伫迄个所在，毋茫会通一步一步佫较破世界纪录来进一前来得到迄个阳光，是河顶的水。总是阮嘛是有限的人阮看见另外世界另外一头中东的局势变甲非常的紧张，伊朗甲黎巴嫩就是要将对方对地球来消失，就是要甲对方消灭。即种互相的怨恨，也伫阮最近所发生。主，阮看见人就是安尼，恳求你怜悯阮的软弱，帮助阮伫追求真善美已经圣洁的观点，阮搁较努力，伫每一届来敬拜你，每一届读圣经、祈祷、领受的真理，就矫正阮的方向，加添阮的气力，阮所行所做，会通互上帝名得到荣光。也感谢教会，虽然是一个蒙恩罪人所组成无完全的团体，总是这个是阮属灵的家。阮伫彼此包容、互相接纳、提醒的中间，来跑走阮人生的道路，直到阮得到完全。感谢你，互阮会通伫今仔日来学习这个功课。求你通过真理的灵、圣神来帮助阮，搁较明了。你通过教会，特别这个时阵，阮伫台北南门教会，伫这个所在，你要成就的旨意，你要对阮讲的话，愿你的名得到荣光。愿奉主名来的人，通过今日敬拜来得到最的提醒甲勉励。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弟兄姊妹，咱伫这个社会有足多无共款的团体，特别像我这个会顺真福气，有拄到台湾为戒严了后，规个社会足多团体、公民团体伫遐来产生。咱知影，为1949年开始颁布这个戒严令，这个戒严令事实上限制真多创作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这组成组织的自由。虽然迄个时阵，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比戒严令较早就存在，总是也因为这个组织伫戒严令的中间受到政府真大的注意，所以感谢上帝，到1987年，安尼30几年前解除这个戒严令了后，咱看台湾的社会非常的活泼。有时我咧看公视，你会感觉讲哦，原来台湾社会有一批人真注重这个濒临绝种的动物，要安怎去保护环境，有的人去关心山林的这个问题，这公民的团体做来组成伫各行各业，互这个社会更加完善来迈进。这公民团体对政府也有真侪这个建议，所以咱通看见，就是因开始戒严了后，有开始做政党，伫迄个所在就是政府百姓将责任交互、权力交互你，你爱对立法院来负责。我要甲你问你的政策等等，才会受到民意的监督。所以咱通看见，伫迄个所在足多，到底要用和还是缓和？即个最近大家拢咧讨论各种的意见，伫迄个所在来整合，然后看政府提出一个问题，要来解决台湾欠电的问题。那么看见最即个公民团体就开始组成政党，毋茫阮推即个不分区代表有一寡即个弱势团体啦，关心这个人，因较知影这个议题会通参选伫国会
选举内底，也是互政党推荐，互政府咧施政的时阵会通看搁较全面性，搁较安那来保护地球，互台湾搁较好。我想这拢非常，伫这个戒严了后，台湾的国民运动真兴起。总是你来看见真侪团体，特别是政党，这政党伫这几年的中间，真侪组成，然后就泡沫化。伫迄个时代，譬如讲一开始的时阵新国民党连线，因感觉李登辉的路线是因无欢喜的，所以因出来来组成新党。咱通看见宋楚瑜为着要选总统，伊号召亲民党。咱通看见李登辉开始咧往台湾主体的时阵，就台湾团结联盟台联党嘛组成。2014太阳花学院促成时代力量。咱来看见柯文哲最近的小草开始有民众党。咱看见这个人的中间，有真侪是有一个领袖魅力的人。时势来造成这个英雄创造这个时势，组成这么多政党。到今日咱咧看的时阵，就是总是真侪这个政党无法度通过时间甲时代的考验，真侪已经好像泡沫化去，已经对社会无什么影响力。所以组织有性命，这个组织有伊面对时代的条件。如果你把教会看作是一个人的组织，你就会感觉非常的奇怪。为什么这个团体会通伫时代内底延续2000年？当然是一个信仰的团体，咱是咧追求敬拜上帝，咧追求活出上帝活出的活命。总是伊嘛是一个团体。今仔日为什么这个教会？所以咱会感觉教会，若用人的眼光来看，是一个真特别的组织。2000年来，世界这帝国兴起、衰败等等这的教会，逐时代面对真侪无共款的条件，总是到今仔日还佫存在伫这个社会上。我真爱介绍这个杨惠丽演戏菲利演戏杨惠丽。伊写真侪福音的作者，伊有一本册叫做《Church White Mother》，伊是讲你去教会有足侪人足失望，教会嘛甲社会共款争权夺利啦，有足侪遮的迄落所以中文界翻译讲何必去教会？真侪人心内有这个想，教会互我跋倒，教会甲社会团体无啥物无相像。这杨惠丽伊用一个真有艺术的开场白来写这本册。伊用一个讲比尔，是啦，这是一台真破旧的大船，安尼哩哩落落啦，前后摇摆，风影大，用个淹水用要沉落，要沉落去顶顶。有时候你感觉我坐伫船顶安尼真艰苦，用要吐出来。总是这台船伫上帝意思内底，伊一定会达到世界的末尾。一定会到时代最后的终结。过去安尼，经过2000年，今仔日你伫这船顶可能还佫摇摇晃晃，总是伊有缘咧带着你朝向目的地，到伫将来，直到世界末了。所以有时有人跳船，我无爱佫伫这个，无爱伫这只船的悬顶，总是这只船伫上帝，咱无法度通了解奥妙的旨意中间。教会有一天要达到世界的末尾，不管你是毋是有伫这个船顶，所以咱会通来看教会是咱一定拢有，大人无共款教会经验，从细汉，也是你今仔日是第一代基督徒，上帝对耶稣基督对教会有非常大的期待。伊伫当彼得宣告讲你是基督，是真活上帝囝的时，迄阵。耶稣甲彼得讲一句话：“你是彼得。”伫这个石盘顶，有人咧解说，这个石盘顶是咧指彼得，也是彼得他所讲迄个信仰宣言。当然，对我个人来讲，伊毋是咧讲彼得这个个人，确实迄个信仰的宣言就是你是基督，是真活上帝囝。这个是教会的基础，这个基督是要帮助咱伫这个教会内底受成长的。
伊甲彼得讲，淫妇的关爱袂赢伊。教会官兵伫教会内底，基督徒会赢过施食淫妇的权力。咱的灵魂袂永远踮伫阴间。我要用天国的锁匙互你。有教会有即种的官兵咧。将来咱要到伫永远的国度，咱要伫上帝来享受永远的活命。竟然耶稣是交代教会有即个锁匙，所以伊实在是对教会有众望。伊伫这伊有说3章第10节讲，当要对教会和天理办正事的属灵界，要通过教会，互社会、互世界知影上帝百般的智慧。所以咱今仔日伫教会内底咧敬拜，大家咧讲道，大家咧家己咧读圣经，咱咧感受到上帝对我生命、对人类历史迄种的奥妙甲智慧，伊通过教会通过咱甲圣神的相通，要咱更加了解。保罗伊也安尼讲，愿伫教会，上帝已经伫耶稣基督得到荣光，总是伊有愿要伫教会荣光归伫创造主上帝，直到万世。所以教会是实在是你路无毋对，总是主耶稣基督上帝赋予众望一个真重要的一个组织。所以咱会通对历史来看教会。教会确实毋是亲像头先讲遐政党，一个领袖人物、有魅力的人所以就促成一个教会起来。耶稣有领袖魅力，总是伊伫世间吸引真侪人，教会嘛剩12个学生尔。所以咱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阵，咱就会看见教会实在是上帝来促成、来组织的。使徒行传讲，这犹太人一年3摆过等于耶路撒冷过节，其中一个节叫做五旬节。所以以色列已经亡国一段时间，分散伫巴勒斯坦、伫希腊各地区的人，一世人一届，亲像因等于卖家朝圣共款。因毋茫伫五旬节、伫搬过节，我有这个机会，一定爱一世人倒转去耶路撒冷来朝见上帝。所以伫五旬节的时，真侪外地来犹太人，哪会知影？迄120个10工前，拄好看耶稣上天的。耶稣交代讲：你莫离开耶路撒冷，我要将赏赐的要赏赐互恁，迄个圣神临到恁，你要得到能力。这120个人倒转去到耶路撒冷，伫马太马可因兜的楼顶，伫遐祈祷的时阵，五旬节果然圣神降临，发生一个真奇妙的代志，就这120个人竟然开始讲一寡话，递到这外地回来的人讲：我哪会听有台湾话？我毋是客人，我客语我哪会听有山地话、布朗倒一组的，我听甲真清楚。因开始讲起其他的乡口，伫迄个时阵，你有注意到无？彼得伫圣神充满的时阵，伊也免准备讲道啦。牧师要准备讲道用偌侪时间，伊当时就徛起来讲：我毋是酒醉。恁看见毋是一个真奇怪的现象？上帝应允的，伫旧约应允的圣神，今日降临伫阮中间，恁都爱认罪悔改，恁将迄个钉死伫十字架的迄个耶稣，事实上就是上帝应允的弥赛亚是基督。遐个人听了心切，感觉真艰苦，讲兄弟无阮都爱安怎做？彼得甲讲，恁都爱认罪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洗礼，恁就要成做上帝囝儿。使徒行传咱看见迄天就3000个支持者，然后这个组织敢若就开始组成啊。就组成，虽然因毋知影讲到底是要安怎开始。不过咱会通看见一开始大概是用这120个人，包括12个使徒，迄个为耶稣犹太后来因阁选一个马提亚来做补12个使徒。有这12个使徒甲120个这个福音人遐学生。因开始伫遐组成讲，无咱开始过一个无共款，甲犹太教无共款的生活，所以因大概就是照因原来的礼，倒转去圣殿，伫圣殿伫遐敬拜。所以咱使徒行传看见马太、雅各因，毋是雅各，也是迄个约翰因，拢抑阁倒转去耶路撒冷圣殿伫遐敬拜。总是因开始真注重团结生活，敬拜无够额。伫邻家厝，咱做伙食饭，咱做伙来谈论耶稣的话，
咱来请使徒甲咱讲，耶稣伫世间的时阵，伊甲咱讲过什么代志？啊，咱要安怎用新约的角度倒来看摩西律法旧约？我要学习上帝真理，上帝旨意哪来哪清楚啊？啊，因伫迄个所在，即个组织慢慢形成了后，中间咱中间有人较欠缺，所以咱要安怎帮助伊生活，啊，要安怎提供餐食等等的服务，啊，然后开始，咱来将耶稣基督，上帝通过弥赛亚救人的即个救恩的好消息传播，互人知影，所以嘛开始传道。总是因开始传道的时阵受限制，因无对外邦人传道。所以咱看历史脉络，就是这个教会是上帝发起，通过圣神来促成，人是被动的去回应，然后教会就组成。咱看初代教会，因大概向上就是因犹原非常敬畏上帝，上帝听通通过耶稣基督，所以因真虔诚喜乐敬拜真重要。上帝应该得到荣光敬畏，咱唔通疏忽。所以因尊重上帝啊，向上仰望，向下因就真注重。我要对上帝更加了解，我要对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更加了解。我要知影耶稣讲过什么话，我应该安怎来行。所以因认真学习使徒的教示，向下扎根信仰的这个根基，对内开始彼此更加关怀。耶稣讲，恁着三听，因为对恁的三听，人要看出恁是我的学生。所以教会内底若无三听，无这听的联系，就无法度通满足耶稣的心意。所以伫信仰的生活中间，彼此扶持，咱看是巴拿巴甲伊的家园拢卖掉，来进这伫教会内底较弱小的集体，向内真紧密的结合，向外因开始对外传福音。总是因一开始传福音的时阵是针对犹太人啊，所以上帝用迫害犹太人对基督徒的敌视啊，也是罗马政府对基督徒的这迫害，或者基督徒不得已开始向外啊，甚至后来传到外邦。这故事我想咱大家拢真清楚，所以。咱来看，这个教会的时阵，实在是跌跌撞撞啦。一开始的时阵，伊面对一个对教会不友善的社会，一方面犹太人真讨厌这基督徒，甚至连保罗也未拄到耶稣以前嘛，感觉这基督徒是亵渎上帝。恁爱甲耶稣看作是弥赛亚，所以亵渎上帝。犹太人真气基督徒，甚至到今仔日，因也无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保罗伫逐所在咧传福音的时阵，拢有犹太教对因的这个迫害来赶逐啊，来讲这是扰乱社会的人。毋但咧政治上，罗马人也真注意这个团体，因为这个团体无承认该撒是主，甲耶稣基督唯一敬重的耶稣基督。所以咱看见伫尼禄王的时候，啊，在迫害的时阵。啊，因受到政治的破坏，咱看见当时教会有语言文化的差异，即犹太的基督徒啊，为包围当来，因敢若会晓讲希腊话，因为国家已经亡啊，已经灭亡足久啊，啊，母语我袂晓啊，所以我倒当来遮啊，所以会真自然形成犹太基督徒一堆啊，讲啊，这希腊话一堆等等遮。我想这嘛发生在咱台湾的，咱即马台湾话甲国语吼，有时候也有这个问题的吼，语言文化的差异啊，所以变做讲，这沟通上有时候会较有问题。然后看见就是啊，犹太基督徒因一开始唔敢，因为我是上帝选民，我是清气，我是守摩西律法的，因感觉遐外邦人也是无受教的、无清气的。咱来看见教会面对的。想象2000年前男女无平等的时代，所以你有时咧读哥林多前书啊，保罗乃会讲妇人人徛讲台是无适合的，因为伊有伊的时代背景啊。迄阵的男女的地位完全无相像的。然后教会嘛面对一个，伫教会内底，这个是奴隶啊，这个是阮主人啊，所以奴隶甲主人伫教会内底
咱要安一视同仁。所以腓立门书保罗写予这个腓立门讲，你好好款待对待你这个奴隶吼，该看作是兄弟。所以有迄个社会阶级迄种的矛盾，虽然今仔日伫咱的教会嘛有即种的矛盾伫咧。有的人感觉我来咱们教会，感觉讲我好像比较低下，无去互注重到，我都无唔捌你，我都安那。这个是今仔日人类社会抑佫存在的问题。哥林多教会特别是伦理道德非常的无好，伊是外邦的。迄个社会当时就是安尼，说嫖妓啦，吼，也是娶伊后母来做某等等，因感觉这无啥物啊，社会拢安尼啊。总是保罗讲，这个是上帝真理，伊无爱即种的生活，所以不合伦理的道德生活，伊就伫迄个所在甲因指责。然后主要初代教会上大的问题就是律法主义，因为这犹太基督徒卡那都无法度感觉讲，恁都无受割礼，割礼是咱甲上帝立约的记号，这个恁教阮是无相像，恁若要做基督徒，你都爱接受割礼，爱守摩西律法等等。所以保罗一直咧处理回归律法主义，是其他异端伫当时嘛有真多，即讲我是奉上帝名，奉耶稣基督来讲一寡预言、假先知啦，也是假基督，拢伫初代教会出现。到今仔日教会嘛是有这情形伫咧。所以咱来看，保罗一直咧想讲，这个新生的团体，我要安怎互恁了解，互恁了解教会是一个什么款的团体。哥林多教会形形色色，外邦人也有，基督徒也有，犹太人也有，唔若干那哥林多教会，也有所教会、腓立比教会，各个地区拢有因特别的问题。所以咱今日才有真好运，才有保罗为特别处理这个问题，写这个批信伫新约教会内底。咱会通看见，就是保罗想讲，无我来用咱较会通来了解的方法，用譬如来讲教会是甚么。所以伊就讲，阮是上帝当着我。伊甲哥林多教会讲今仔日我甲某人，我是呼召来服侍哥林多教会。总是恁是上帝的园，咱顶礼拜有小可讲到，上帝的园是上帝所要起的厝，所以上帝的这是上重要的。哥林多教会虽然是我保罗来开拓来开始的，总是教会不是保罗的，教会是上帝的。教会这个建筑，伊有所教会，多一间教会拢是上帝所拥有的。伊伫这个所在设立教会，拢有伊的目的。像咱今仔这块园，咱可能伫南部种了真好，真舒适，真好势。北部天气无同，所以我来种无同款的物件。所以上帝对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教会，拢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伫咧。这个计划就是变做咱受呼召，伫这个园做工，伫这个建筑物来做工头的人，咱需要去体贴、去知影上帝是物来完成伊伟大的计划。所以，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1节讲，我是对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派我甲这个所提尼这个兄弟来做使徒，来伫哥林多教会来侍奉恁，来这个葡萄园，来这个菜园来做工，批要写予上帝教会伫哥林多。所以这张是针对哥林多教会，就是伫耶稣基督真做圣。今日咱逐个人拢毋是靠守摩西的律法，毋是你道德，毋是你教育程度偌悬，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上帝看做是一个圣洁的，受调来做使徒的。所以毋若干那是哥林多，以及记那逐所在求叫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这张批虽然是写予哥林多教会，总是嘛写予每一个个人逐所在的兄弟姊妹。咱共同的主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咱伫这个哥林多教会嘛会通有真侪学习。所以如果咱南门教会是上帝要做的园，71年来又呼召真侪人伫遮做工。总是咱做一个上帝园丁。今仔日
如果是一个花园，伊伫即个花园看到的是甚物？是毋是咱会通感觉讲，我做一个了解讲，特别我用花园较歹去举例，总是用建筑物，咱就会通更较清楚去了解。咱讲上帝伫咱们教会要起一个真水的建筑物，咱拢知影无共款的地段，无共款的时代，无共款的用途，所起起来建筑物就无相像。我伫牧会几年内底发现讲，我伫美国的教会真特别，台湾的教会嘛是共款。咱莫讲较远，咱讲今仔日南门教会，甲离咱300-400公尺的中央教会，就真无相像。上帝伫时代的时阵，安排咱伫南昌街74巷，然后1960几年搬来到这个所在。我们在这一个地段，上帝伫遐建立教会。我的问题是，今仔日南门教会毋是社区教会啊！咱真侪人为真远的所在来遮，住伫教会3公里以内方圆的人，我毋知，我无甲统计过，毋知占偌济，毋知有一半无。所以咱有真侪是迄个所在来。那安尼的时阵，教会一礼拜我敢会通来一届。那来一届的时阵，上帝伫即个建筑物，伊要达成什么款的目的？伊要伫遮建设一个高级俱乐部吗？是互咱退休村，亲像阮伫美国的时阵，阮的教会所在是退休村，所以伫退休村的时阵来到教会的时阵，这退休的人，我们还能做什么？咱要建立什么款的教会？咱是毋是伫体力上无法度的时阵，咱会通用咱所拥有的经济力去帮助真侪教会伙伴教会，伫背后去促成祈祷来支持这个教会。上帝对台湾教会的心意是甚物？敢是要互咱一礼拜来遮找1点钟的冷气来敬拜安尼尔？咱南门教会的周间敢无过其他？也是我家己伫我的家庭内底到底什么款？如果上帝是这个南门教会建筑物的头，咱所有中级会友，咱心中有小可知影上帝对南门教会伫这个时代、伫这个所在，伊的心意、伊的蓝图到底是什么？我要安怎领受这种意向，照上帝心意来建设咱的教会。咱逐个人，咱知影要起一间厝无遐简单，你会晓吐水，你袂晓水电，你做水电的，你可能袂晓设计，设计。所以咱需要有各种无共款的人来伫这个所在来建筑，总是真清楚是这个建筑物是上帝的。哥林多前书3章后，伊讲这个建筑物有一天，伫这个时代咱所建设的教会，上帝拢要验收了。伊拢要甲你问讲，你当时伫某教会时阵，你做一个工头，你做一个园丁，到底你有做什么款的代志？你是用金文去起做，还是用稻果用迄稻草去咧起做？上帝检验的最后的时代有这种的检验，所以咱来看见，伊用上帝的花园，用上帝建筑，最后伊用感觉讲，园做园建筑，好像甲我妈个离真远。伊后来想到上好的譬如，就是机体，机体是互相的。伊后尾教会知影讲，你是这个基督身体内底的某一部分。是无？咱身体足奇妙啊！咱中间学医学的足多，你知影讲每一个功能等遮的，伊12章想到讲，这是上好的譬如，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在身体之外，每一个人拢是机体之一所以用这个譬如用超20几个，你若看伊的批信内底，定用恁是基督的机体来做伊的譬如。所以12章的第1节到11节，伊先肯定，想使咱活命，嘛想使咱各种无共款材料温数的。虽然你温数、面貌各方面拢无相像，身体状态无相像，总是源头拢是一个，拢是为上帝创造的上帝想属予你的。咱的源头拢同一个主，为上帝所创造。伊想使这个人真够弹琴，
音乐唱歌真好听。这个人真有技巧，真有做财务，伊做代志处理了真好势。这个人知影做这，这个人做的。咱虽然文书拢无相，总是文书的源头是同一个，你拢是属伫机体的一部分。所以保罗伫迄个时代，伊特别讲，哥林多教会虽然恁中间有犹太人，有希腊人，虽然恁中间有做主人，有的是做奴隶，总是伫耶稣基督内底，毋是迄个做主人的，伊就较体面，伊就较重要。我是做人奴隶，我伫教会内底，我是可有可无。我毋是，恁拢属伫一个共一个身体，恁拢伫圣神内底受洗礼啊，是伫耶稣基督机体内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分人种，不分地位因素。今日咱为逐所在来，咱逐人社会经验、人生经验、经济能力、教育程度、家庭状态，大家拢无相像。总是你伫这个基督南门教会基体内底其中的一部分，你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特别讲迄个搁较毋是真显明的吼，你上帝互伊搁较水，所以每一个部分拢有特别的功能啦吼。上帝将你安排伫这个时阵，有时候我个人家己的经验，转来台湾第3摆来南门教会牧会是一个意外，总是今仔日用较大数量的赞助来看，为什么？互我伫这过去3、4年的中间，来伫这个所在三甲甲咱来起做南门教会，伊安排互我伫这个机体内底扮演某一个角色。总是我毋是有法度通全部拢做，有足侪同工大家做伙来努力，就是要互教会搁较完全。体是侪，总是身躯是一个。我们休戚与共，荣辱与共。所以讲迄个体看较软弱的电波，搁较袂当无的。有时我拄着教会内底一寡人视网膜玻璃目睭就真歹甚至有的人全无看见。我甲他讲，我煞变做耳朵，煞变做很灵敏的，这部分的功能无去吼。伊迄耳孔的迄个能力，上帝都加添互伊，上帝调和身躯啦。这个所在较软弱，你这边行路摆咧，伊就另外迄骹，互你较有气力，互你慢慢会通恢复调和，独上帝调和身躯，互欠缺益发，互伊尊贵。望若一体受苦，咱敢若一个砖头一挂一空，规百体拢艰苦。因为咱听见某一个兄弟拄着什么问题，有人身体欠安，真毋甘，爱受一寡这化疗的痛苦，咱实在心内嘛真舍不得，因为咱甲伊共款咧承受这种的痛苦，然后得到阳光，是百体拢得到阳光。所以保罗伫迄个今仔咱所读的圣经内底，当时的教会可能伫哥林多教会有1辈的这种有文书的人。当时可能还佫有使徒，有一个人讲伊是先知，伊会通讲预言，有的是真有教导圣经真理的，有的行关联的，这咱都毋知影当时因是安怎去运作的。伊就出当时教会，哥林多教会可能有一寡人，伊讲逐项的言语，伊咧祈祷，伊拢用方言咧祈祷伫迄个所在，有各种无共款的文书，总是无一个人是拥有全部的恩赐。今日南门教会嘛是共款安尼，毋是靠一个人会通独木来独自来撑规栋的大楼，需要团队服侍。咱需要团队服侍。今日咱的教会嘛，照咱现代的需要，我看咱教会组织非常的完整。咱看见特别伫咱的小会内底礼拜组。礼拜组就是咧思考要安怎，互咱的礼拜大家感受搁较深，互咱礼拜搁较会通，互咱安静心来注目伫上帝。所以咱音乐咱需要书会，咱需要什么需要外口有人交代，咱需要各种的怎么把这个礼拜，互伊发挥搁较大的功用。
所以咱往教会长老来做分职教组，总是毋是干那即教会长老因的责任。如果我是真后对财务真清楚，我对办代志、收集资料我真内行。如果你若有即种的温书材料，随上咱有即教组，我对传福音真有负担，所以我会通伫传道组，我对社区宣教真有想法。咱即摆拜9月开始要有秋季班，要有长青乐活，我要对这社区来讲我得到救的即个故事，来甲因做朋友。拜托你就来参加社宣组，拜托你看下就来食饱了后，咱要开一个会，就是要伫社宣方面，要通过咱现有的这活动，或者社区的人知影耶稣基督，甲因做朋友。如果咱有圣诞节要邀请因来，因嘛较有可能会来。所以咱要望做更较好势，关怀做各方面。我就敲电话，像咱最近讲风台即家己单独徛去，即个长辈，大家毋知有好势无？无咱关怀组一寡人敲电话问看卖，你有欠什么物件无？你有拄着什么代志？财务做各方面加入一个，所以无倒一个较重要啦，无倒一个是上重要，拢是重要，因为拢是机体内底一部分。上帝望每一个来到伫即个所在，拢有伊的旨意，甲伊对你的期待。望咱会通找到我家己伫即个教会、伫即个机体内底我的角色，我会通做甚物，互上帝的即个机体更较体面、更较阳光。所以咱会通看见，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躯。耶稣基督互世间人，伊伫世间的时阵，当然有足侪人对伊的评价啦吼。总是咱读福音书内底，咱看见伊互当地人感觉，伊是一个心胸真宽阔的人。伊包容这基督，包容这抽税人，包容这社会边缘人来就近伊。伊的包容性非常的悬。伊讲：恁囝若落苦背重担来就近我，我互恁得到安息。咱看见伊真谦卑。我伫教会，我为着学生来洗脚，所以我毋是高高在上，我是服侍人的。伊是一个公义的，伊对着看袂做的代志，伊就马上赶出遐伫教会内底咧做生意，伫迄个圣殿咧做生意遐的人。伊批评法利赛人，恁想有假冒为善啊，恁毋是为心的。伊敢讲，咱看见伊舍己为着疼，人为朋友放杀性命，疼无比即个较大。我就是要为着恁放杀性命的，伊是救赎的。知影讲，若无通过伊，咱无法度人甲上帝迄个关系得到连接。所以，伊成做一个救赎的记号，互遐个伫罪恶中感觉家己真不配，感觉家己是我要来教会，我得甲家己道德到一个程度收入到一个程度，我才敢入去。今教会煞变做是安尼，教会是开放，逐项都爱来，是救赎的，来到这会通得到救赎的。教会是国外，耶稣基督国外，伊肉体死，肉体国外。今仔日你甲我，咱今日坐伫即个所在，上大的应允，也未经验到的，就是咱嘛要肉体国外，要有国外愿望。我伫教会内底对群体主耶稣基督，将来我就是要得到迄国外愿望。所以保罗讲的这使徒先知，这伫今仔日内底无倒一个较无重要。所以咱伊讲到这温书了后，伊讲上重要。你去服侍的动力就是疼，所以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其实咱今日甲挂做12章甲13章，咱13章真实啊，爱的真谛啊。伊讲疼是互你去做一切的原动力。我将上好的温书甲恁讲，你会晓讲道讲到天花乱坠，若无疼，你是向的老伯，是一个。互人感觉真噪音而已。你今日献家己的身躯互火烧，你真济所有的，若毋是用疼上帝、疼人做动力，这一切拢是白费。所以今日教会内底是你有可能会失望啦。你若要看人、看牧师、看这个人，总是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咱望用疼来包容，用疼来接纳，来互教会
成做一个上帝荣光的基体。真奇怪，今日拄着讲，今日到总会来定一个幸福家庭主日啦，吼，8月第2礼拜。这甲咱顶礼拜咧讲，教会是你属灵的家，是咱另一个心灵的家。这个家毋是干，互你一礼拜来一届，伫咱周间的时阵，这个基体继续咧发生作用，继续咧联合，继续像初代教会互相咧关心的。咱教会甲家庭共款有本质，是天父上帝做咱的爸。咱伫这个家庭内底，像兄弟姊妹，大家来相挺，拢乐意讲一个身体。教会是主内，咱是一家伙，用疼来包容、来努力、来提醒。咱用这个来做咱今日金句，来做彼此的勉励。咱做伙来读《以弗所5章29到30节来做伙。因为袂捌有人怨恨家己的身躯，就是养饲伊、保守伊。亲像基督的款待教会，因为咱就是伊身躯的巴体。以弗所5章29到30节，你是耶稣身躯内底一个不可或缺的肢体。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这样荣光的这份，会通性命甲主耶稣基督三结连，成做基督身躯内底的一个细细肢体。主啊，帮助阮发挥阮伫教会内底应该发挥的功用。不管你安排阮做甚物职务，阮伫迄个所在，互基督的肢体，因为阮的存在，发挥更加大的功能，得到更加多的荣光。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咱多谢张牧师的分享咱众兄弟姊妹，无论阮事的大小，拢会当成做上帝上好的肢体。咱即时来唱圣诗，圣诗256首，耶稣圣会上帝设立。咱即时请梅心执事甲弘一执事来奉会。
较济。这是我来报告。欢迎大家做伙来敬拜。礼拜后，咱伫地下室有爱餐，请咱三角落来留用餐、请安甲交谊。社选组第二拜二的手机班甲拜四的长青乐活班9月伫要开课。课程的安排，请咱看周报的第6版甲第7版。欢迎兄弟姊妹邀请亲情友来报名。已经报名伫这社区宣告事工的当天，请咱今仔日爱餐后伫办公室来开会。下礼拜日8月18，2场的礼拜要举行圣餐礼，请咱有备心来甲主同齐道领受这个恩典的记号。小会伫下礼拜日爱餐后要召开小会，请咱长老备办心来参加。团契的消息。少年团契伫后礼拜要举行8月的例会，即届的例会是邀请李夏姐来分享伊的题目，永远袂停止的疼，请咱少年的兄弟姊妹留下时间来参加。第二，伫台湾新航医对9月14开始，要伫新店教会有开一门课，叫福音书甲耶稣的生命的课程，总共有5节课，一节有3点钟，由区启荣教授来讲课，学费是1200块。有兴趣的兄弟姊妹，请来到办公室报名。第二，北中青年部为着未婚的社青，举办3场叫做“正做更较好的家己”的聚会。那请咱来报名参加，费用是500块。第三，北中传道部伫9月7上午伫大稻埕教会要举办中级的训练会，要参加的中级，请向办公室来报名。9月7报名的截止。大道的事项，请咱来看周报。请咱为着即马你甲癌症对抗的兄弟姊妹做治疗的勇士来祈祷、代祷。这是咱个时间交牧师。有我特别需要介绍，咱特别欢迎林阳胜执事吼，伊日本回来。都今仔转来伫遮欢迎伊，倒转来甲咱做一敬拜。头先咧讲，因为咱9月暑期班甲迄个长青乐活要开课，如果你若有想要参与伫遮，咱伫食饱了后爱餐吼，咱到6楼吼，毋是伫办公室，伫6楼，咱伫遐来做简单一个要安怎来进行会更较好势吼。如果你有兴趣，请留来，咱去6楼开会吼。以上，咱来行平安礼吼。
金397首。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听从，圣神的相通医治安慰，因带甲咱正大家三一个，对这事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闭会。